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0，诗篇86篇10安尼讲：因为你伟大，最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伟大搁行奇妙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荣耀尊贵，看伫恶老上赞的至高上帝。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作为到这通行位。阮要唱歌，学罗你名的荣光。阮要用学罗的话显明你的荣耀。主啊，阮观看你所造的天，甲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辰，就发现阮的软弱、卑微，总是主啊，你竟然疼阮到安尼。主啊，什么人敢无敬畏你，敢无荣光你的名？因为只有你是神，万国拢会来，伫你的面前敬拜你。因为你伟大，最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。属